来看这新竹市因的警方逼出受电动业者诬陷案件，调查过程国发现讲有真侪违员警介绍有替人把这机法违规的白单烧掉的情形。检调昨通知30个人到案，复审了后有21个人奉声称羁押。这新竹地方法院开羁押庭审理，现场的侦查组裁定准禁见，也那审理的所长是20万交保限制自己，另外5位涉案的员警以3万到12万不等来交保。新竹市警察局传出疑似真侪名警员烧烟仔汤，帮忙处理进行执法的违规白单，检调超找9个所在，并且通知涉案的员警28个人，证人2个人到案。经过检方复审了后，有21个人获声押。认其中涉案警员共21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嫌重大，有申请羁押的原因及必要。于今日凌晨6点，向台湾新竹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交通违规执法大约会当分做2种，一种是予警察抓落来，当场直接开违规执法单；另外一种是进行执法，譬如讲科技执法、超速或者是路红灯翕相等等，会开人讲的白单。因为驾驶无伫现场，并不是正式的罚单，加上到未传入去警政系统，因安尼传讲有操作的空间。要不要开，就是要看现场的照片有没有确实符合这个违规的事实，还是有点行政裁量的空间的。警察局预算都掌握在这些议员的手上，白单的话有一些模糊空间，可能就会把它撤掉。秉持不掩饰、不避重的态度，展现维护警誉的决心，自清自查、警纪警办，并追究相关人员考监责任。新竹市警察局强调，会全力配合检察官依法侦办。这则案件的爆发，是疑似是检方侦办新竹市警察局保安科姓宋的秘书涉嫌电动受诬陷案，对姓宋的秘书手机内底另外发展的案外案。不过检方无透露相关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